嘿，人讲坐船看海影，坐飞机看天顶，坐游览车看风景。毋过咧开车的人嘛真要紧。来，朋友啊，你若是开车吼，开到安尼不哩啊久长的这个时间呢，你是会感觉讲规身躯安尼硬夹硬夹，对无？安尼感觉吼足无爽快。来，不要紧，今日要教你的这个运动啊，真正会当舒缓着你的这个规身躯。重点是哦，今日咱的教练讲坐咧就好，完全就当用坐来做运动啦。欢迎咱上届专业的我们宇少教练，教练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宇少。啊，宇少教练，敢有可能坐就当做运动？一定会使啊，一定会使哦。系啊。啊，今日要教大家几落步5步就好啊。？5步，嘿， 5步拢用坐。用坐就好啊。我不爱相信，无你试看卖第一步好无？好，第一步是活动阮的骹盘。骹盘。对，啊，两只手放伫你的骹头躯中间，吼。嘿。啊，活动你的骹盘就好啊。哦。啊，这甲逆骹尾动作。哦，你要小想。对。好，阮做3个，一、2，啊，再有停哦。哦。3，好，袂歹哦。有呢，有感觉呢，有感觉哦。骹去拐着的人吼，特别需要做，尽量去拐着的人，就要增强咱骹盘的肌肉就对。对。这是第一步，就是活动咱的骹盘。骹盘。第二步咧？第二步是活动阮的骹头躯，哦，共款两只手放伫骹头躯之间，哦，等者活动阮的正骹，所以正骹存好直，哦，阮做3个哦，好来直，哦，存好直，啊，两骨爱直哦，哦，2，对，袂歹，3，为什么我存无3个直啊？哦，因为你后这边伤暗啊，是因为我的后这边伤暗遮，伤暗，所以电视机面头前的，若是你存无3个直，代表讲你的筋高共款硬硬瘪瘪。好，啊，阮换倒边哦，吼，我为大家来看一个，另外一边，对，另外一边，吼，共款阮做3个，吼，啊，倒骹存好直，一，哦，啊，两骨爱坐好停，2，哦，尽量哦，来3。哦，你这真标准呢？对啊，标准动作啊，我是教练呢。真的，你后边这筋真正有讲能 Q 的。对，这是第2个动作，就是活动咱的这个脚头骨。第3咧，第3是活动阮的胸口，即摆是胸坎的部分。对，胸口的部分。啊，两只手放伫你的后壁，较只边啊这边。嘿，对。啊，你的手肘等者靠按，吼。安尼。哦，对，阮做3个，一抛开。哦，2，好，搁抛开。好，上尾一个3，来个抛开哦吼。2，来，阮换一个角度，互大家看一下。吼，来，重点是你的手肘哦，啊，你的手肘靠按，吼，对，好，来抛开。一，来个第2个哦，吼，2，对，赞哦，爱讲话哦，吼，袂使紧开哦。好，来3。哎呦，赞！这我想到过去英国迄个广告有无？迄个海军陆战队的阿英有无？啊，你讲做迄个蛙人操有无？对。阿母啊，你叫来运功山，我已经拢食了啦，你叫大干的较好啦。哦，迄种感觉有无？对。啊，来第4步。好，第4步是拜提供，吼，哦，等一下，哦，你的手合作伙，嘛是先合作伙。好，来，存好直，我们做3个，一，好，来，搁合作伙。2，哦，上尾一个3，哦，对，赞哦。这敢若有伸懒腰的迄种感觉，有，就是伸懒腰的标准版。哦，这若是讲一个循环，咱今日是做3个，做3个。啊，基本上应该要做几个较好？10个较好。10个哦，对，就是安尼10个哦，安尼10个。对，啊，你开麦叮当，开麦叮当啦，我每次敢若在跳舞啊，对。好。啊，够上落尾一步对无？嘿，对，上落尾一步是转体动作。哦，啊，即马你的正手放伫你的倒骹，吼，用你的倒手换一点大的，吼，转体过去。对，好来，阮做3个，一、2，好，上尾一个3，好，来换边试看卖，来，会使吼，好来，倒手来就换一个，哦，正边，哦，用你的正手来抛开。一、2、3，好啊！哦，这5个动作就会当安尼搞我逼甲规身躯拢寒，真正无简单诶。是，来，教练，咱先来啉水。好，哇，真正。